拿一点点水，然後裝這裡。就平常是用辣椒很辣很辣，紅到很辣這樣，但是我剛才放一點點，應該不會那麼辣。今天是休息啊，然後店裡面我看每個禮拜一休息，有時候想要吃印尼料理。今天是吃咖喱雞，要準備菜弄菜了。等一下跟我老公跟小孩啊3個人，那晚上有時候多的話，就大女兒會回來再吃飯啊。就是偶爾有時候想要煮一下，沒有的話就我們在外面吃這樣。平常禮拜一休假的話，就是待在家裡掃地拖地啊，幫媽媽就是煮東西。如果媽媽在的話，就是幫她煮東西；不在的話，就是簡單自己煮一點點，或者是看爸爸想吃什麼，我們就去外面買。那有時候星期一如果剛好有工作，還要去勞工局啊、翻譯啊、去醫院，還是代替別人，就是我同事的代替他上班，也是沒有機會煮東西，還是要上班。如果剛好沒有上班的話，就可以做想要做的事。Halo, nama saya Chen Fongling. Saya datang dari Indonesia, Jakarta. Hari ini saya buka toko Indonesia bersama anak saya di Taisan. Terima kasih. 你们好了嗎？吃飯了？好啊，我收一收。你在那裡吃飯？我知道，這是我本來的位置。對啊，你的位置在哪裡啊？不要動太大力哦，卡梅拉在那裡，你先走。嗯。輕輕的。對，可以了吧？嗯。把另外一個當職工看看。平常自己買便當。買便當來，有時候自己煮一下，因為他很忙啊，互相體諒一下，知道有什麼事，當然都不會有怎樣了。豬肉，因為再不吃就要被我吃完了。沒有，我剛才以為是那個天貝，不是。跟天貝有點。這個我老公是已經對繡過了一個。我以前是做木工的。然後他有警衛做到現在10年多了，對。你要學這個嗎？有一點點像。我去看看。嗯。因為我覺得我老婆煮的是比外面還好吃。然後我就以前有賣便當，煮給人家100個便當。我們以前在印尼是那個很大家庭，我們就是8個兄弟姐妹。以前年輕的時候我們還小，我媽是有管家這樣，所以所有的早上、中午、晚上就有一個管家在煮東西給我們吃。後來我們長大了，女生一定是要會在廚房，一定要會煮。所以我們從年輕了10幾歲、12歲、15歲都一定會煮東西、煮菜的。嗯，這裡。
是因為以前爸媽就是他們是做生意的人，所以買賣東西就從小到長大，只要你做生意，只要買東西，你就可以拿到東西的錢。因為就是以前就喜歡買東西，然後喜歡擺單，然後本來是從小都喜歡買賣東西這樣子。哈哈，真相爆給你。這個是我就開印尼雜貨店，大概快5個多月了，啊，現在就是我布着這個貨。這個就是蝦餅。有一個台灣人去印尼，他專門介紹這個東西，他說有超過150種，很便宜嘛，一個35，三個100，每一個他們就是每天吃飯一定要備這個吃，然後第二個是泡麵，這是印尼的泡麵，因為比較便宜嘛，13塊而已一個，兩個是225，4個50，他們通常是拿50就隨便這樣。然後在這個的話，味道就是最近才有新的巴東牛肉泡麵，這個也是最熱門。這個跟這個辣辣的，他們就喜歡。這個難了。上一個老闆娘是沒有這個，因為我有時候回去印尼回來拿一些紀念品，然後再比如說有多元文化分享，我就帶一些。結果很多像新北市比較少，但是台北市有那個新移民會館，就是擺一下印尼的文化的東西，印尼的紀念品，所以要常常跟我買。所以就是反正就是有這個東西，現在有店就可以全部擺下去。餅乾也感覺很好吃呢。還有醬油啊，還有那個辣椒醬啊，他們最喜歡吃辣椒醬。就是以前就是我想要自己有一個夢想，就想擁有的一個開店這樣子比較好，但是不知道一直沒有辦法勇敢，不知道從哪裡開始。剛好就是因為這個是我朋友他經營很久，然後要停讓他不要做了，我再繼續做，所以有時候好像很感謝他。上次在跟他說，好像你一個貴人給我，就是這麼好的，就是一個我想要的東西得到這麼容易啦。不是有一個新的是黑麥汁，這個，對，這個也沒有了，這個沒有了，這個這個跟這個是個，這個全部都是要各一箱。就是從小吧，媽媽如果有擺攤活動的話，都會帶我們全家人一起去擺攤。從小到大就已經大概習慣怎麼買賣東西。等下外面桌子摘一下。這個是姐妹放的，我家的比較多東西，好幾個。平常就是輪流嘛，3個人只要一個一個這樣。但是如果假日比較多一點，那我比較叫3個人放東西比較多。這個是印尼的甜點，像這個的話鹹的。這個是我們講雞肉，
就是好像肉丸這樣子，給花生醬，辣辣的，這個蠻好吃的，很多人喜歡。因為平日是，只要義工那個家庭看護工在來這邊，可能買東西，順便去買菜，他來一下買一些東西。然後如果6日工廠啊，全部都是會來1個禮拜上班，那禮拜六、禮拜天他想吃印尼的美食，想用他們想要他的東西啦，他們的習慣用印尼的，他不會買台灣的。便當送來了。這個是他們最喜歡吃的飯包，然後有雞肉、牛肉，然後魚跟臭豆，還有蝦子。像這個他們是巴東牛肉，我弄給你看，它裡面這樣一份這樣110，他們就蠻喜歡這樣子。那他們進來就是他會煮，然後坐在印尼店去賣。那我說這樣很好，合作他就放，我們再幫他買這樣子，那這樣比較方便，那也比較輕鬆。那義工來的，他要6日一定要吃印尼美食，他就吃得到。他們在上班，在雇主家，可能要買一下下，然後再出去，所以他也沒有辦法在這裡吃飯，所以很多次拿一拿都領着這樣走。來，mau itu katanya dia dibuat itu iklan TV。假日才有時間，我才煮東西給他們，因為他們比較要享受，想要吃這樣子，可能貢丸湯啊，這印尼麵。如果平日的話，比較少的個人，所以就不煮了。因為這邊的地方不能煮，其實只要假日而已在弄。我在家裡的是已經煮好了。啊，如果這裡因為沒有廚房，啊，這個房東盡量是不要煮東西。所以就是沒辦法煮，像他們就是餐廳什麼都有，這樣就沒辦法。在還沒有跟媽媽工作以前，有去一間咖啡廳打工過，差不多類似像現在，就是怎麼買賣東西，雖然是咖啡廳。但是也是可以大概了解，就是跟人與人的互動啊，我要怎麼服務客人。然後現在幫媽媽工作的話，也是差不多一樣，但也是努力就是跟人與人接觸。一來也是想說多了解東南亞文化，而且就是開店也是蠻開心，也蠻好玩的啦。可以看到很多不一樣的客人，印尼也有分很多島嶼，然後也可以聽他們的故事，也蠻好玩的。来哪家 Hello， 我來了。嗨，在忙啊？來了，在忙。哎，有菜單。是我最愛。阿西，我最愛菜班 ，OK， 一個而已。對，先一個。還有這個很好吃。啊，這2個。最近怎麼樣？還不錯。今天好多。好多東西。這個是我朋友，就是以前的這個店的老闆娘。蝦餅哎，你要這個長下去就更多，然後就給小朋友吃，這樣很好吃。哎，有新貨哎，很多新貨。對，這以前我沒有賣啊。對啊，有多一點放。多一點哦。有一點。貨越來越多。台灣開店15年啊，剛好鳳林宮愛想開小店啊，來遮發的人比按多老輩些。啊，愛顧店位，也愛去教書，沒時間，所以剛好鳳林宮愛開店，我就問佢愛冇，愛入我店冇，就這樣就入粉啦。認識安久，認識10多年嘞，台灣我開店鳳林也下來。來到店度買東西啊，上下佢愛去教書，
需要多材料都来卖上下日去参加市集需要到虾饼那些，所以互相啦。这有市场哦。有啊，好大方哦。好大方哦。很多新產品。新產品，對。前面這個是沒有了嗎？東西越來越多啦。越來越多，對。賣的東西更多。比上一次剛接的時候多很多了。表示鳳林也越來經上手了，進步很多了，不錯，老闆娘。謝謝。越來越老闆娘的樣子。對。鳳林姐愛啲家人很有耐心很有熱情又安慰煮菜，責任感是安重。愛兩沙哈要去辦那個市集活動會互相幫忙所以。愛安息家人啦，所以愛會安奉新本義。他還很好哎，就幫我種，就是因為以前反正要換人嘛，然後換名字，然後我自己的名字也因為要登記嘛，裝潢疊這個牆壁全部我自己跟他一起呢。然後我這個地板愛三沙啦，鳳林加小妹來差唔多2隻禮拜中8禮拜滅人哩滅醬來滅到里下衝里下很漂亮安醬一點因為他上下愛買來泰山買見過愛要買來嚟啲料嚟探班看佢兩曬要真開店嘛好久不見，對呀，恭喜，謝謝。這個是我的那個東鄉啦，從印尼來的，一樣家來這裡。然後我們以前就是常常在一個團體一起這樣子，一起玩一起學習這樣，這麼多年。因為他們很忙，我說我就開印尼店，他們就沒有機會來。今天剛好他們來，所以等一下煮。雞肉麵4個，好，還有對，雞肉麵有幾個？4個。你先做一下，我再煮。好。做湯。做漢堡鍋邊。是的。這個文南這個。鍋邊大手榴蓮。我到來28年了。來台灣演會下，我按實好。按多年來這裡好像更流行，大家都一起來，大家都來哈，你來，佢來，哎，我知道，俺要討好出飛機，我到3個姐妹，同一個媒人婆介紹的老公。應該係咁講嗬，鄉下。係按多年來台灣就係帶轉去賣物就看按多年按多耐當多耐當多耐嘛。印尼都係做事按能前世做伊阿叔係妹阿姑係妹都來嘅樣嘢愛唔愛咪來咯，看咯，碰運氣咪來咯。賭看看。對，講白了就是賭看看。為什麼18歲正值青春年華想不開？為什麼要這樣？因為今日連沙都招nhìn咁耐喺看到佢บุคคลnhìnกันăn kẹo kẹo nhận kẹo生活kẹo冇啦mấy mình nói như nào là cái bánh kẹo mấy cái kẹo因為小時候家裡的人都很難過嘛，都很窮，對，就鄉下的人都很窮嘛。漂啦，冇累啦，冇累過日子，所以會想辦法來台灣教育台灣，可以拿那個累來幫助，來救回爸爸媽媽。
真的没一样没有，哎呦，Dari Indonesia ayam nih. Kayak con heo bẩn à? 没有哦，好像老中条就变哦。有到地吗？问这位才知道。啊，到地了没ayam吗？ada。好不好吃啊？好吃。谢謝。讚了哦，大概也會講讚了。每次就是我們每次看就在 FB， 然後留言，然後再 Line 而已，然後要一集了哈，很久了哈，好像快1-2年了，很多年沒有來，沒錢。5-6年沒看過你了。對啊。對啊，我們生活不一樣啊，我們他是做生意的嘛，擺攤的嘛。啊，不做生意啊，我們是做工廠啊，他做生意假日不能休息呀，我們做工廠的話，公司6日休息嘛，6日休息我們就去玩啦，這樣子，所以我們來看他都可憐，但是店。所以現在來啦，所以以後就來了，對不對？來了，對呀，所以好像很感謝你們就來，就是叫他，我這開店了，可以你點他們說一直忙過來。有空的話，他們就真的來。我是從中和過來嘛，然後在那邊拍照，他們講我們的客家話，我聽到講客家話就是我們那邊故鄉的人，然後就問他，你進在哪裡啊？你現在這裡進在哪裡？哦。今天的緣分是因為那個。午安吶。這邊是聯合三中醫院，那這邊就是我當通譯，就是1個禮拜1次，每1個禮拜1次，然後就3個小時，1點30分到4點半。有時候等他們有時候一共來了啊，還是要看醫生啊，第一次，然後簽那個文件，就是注證嘛。第一次我們要幫他寫，然後他看醫生的時候，有時候帶1個人嘛，中間就沒陪他，然後他就不知道怎麼樣跟醫生溝通這樣子，所以這樣這個服務給他們講。Ya di sini tiap Jumat ada hari Rabu, Jumat sama。平常就是說在後面就是另外一邊是婦產科，很多義工有時候來這邊要去檢查。因為這個來這邊的是看護工比較多，就是女生比較多，有時候他們可能是就是婦產科比較看，因為他們女生比較多的問題，因為可能是女生比較好方便，就是他來找我就是翻譯。那如果男生可能是中介，有時候帶他過來，有時候幫他翻譯也是有。當通譯都一定要上課，所以我上很多別的很多地方。衛生局呀，上通譯這樣警察他們都有。那因為有那個證照，才可以我們上可以當通譯，在勞工局可以當通譯。後來轉到醫院的工作又不一樣，比較有成就感。像你說的，他們一共來這裡，雇主說啊，2小針就隨便就好了。結果來大醫院的時候，我就陪他去看醫生，他知道裡面的是他是身體的狀況。因為雇主不可能陪他去，也不會翻譯英文到詳細。那我來的時候，他們就是解決他的問題。姐姐，謝謝你，沒有你，他不知道他解決他的身體的問題。就這樣。Biasa kalau yang datang, oh gitu. Ya, makasih ya. Ya, terima kasih Mbak. 因為我剛來台灣第3年的時候。我老公就突然中風，那我來台灣就比較不會講中文。來醫院的時候，他一段時間3個月就在照護病房，就是
就是比較嚴重的，可能是你現在尿多少 CC 啦，或什麼，那個的事件就是我不會。我就是雖然就是一定要來台灣，再住在這個地方，如果你不會講中文，是真的很痛苦。就剛來真的是跛手跛腳，不會中文，然後後來就要去國小讀書，等以後再讀高中，上高職的時候。剛好那邊高職的地方，壯進高職在新店，他有給新住民的上課，所以我跟孩子老大一起讀書，一起畢業。就我說你要拍照哪一個？下次就。還有真沒有拍照，你忘記你。還有2個，還有等於是4場。哎，鳳玲姐。哎，今天稍微比較冷一點，有沒有穿得暖一點呢？也還好，今天有太陽，所以比較短一點。哦，對，然後幾個禮拜前有幫忙大家有做一個好像是賴的那個群組。哦，這個賴。對啊，想說如果有一些移工啊或是新住民可以用到的話，對，也可以提供他們這個資訊這樣子。然後剛好現在也月底了。月底了。对啊。這個是我們的督導。所有職工他就是包括我們的同意，就是要跟督導講一下。比如說每個禮拜上我就帶義工啊去看醫生，要跟督導報告一下今天要帶什麼，因為所有同意的在這裡他要記錄。可能有空的話，就除了你自己的話，也幫大家稍微看一下這樣子。其實日常他們在服務的時候。都會定時的，因為我們有個賴的群組會回報每天服務的狀況這樣子，然後通常都是通譯在碰到一些無法處理或是比較困難的個案的時候，我們都會主動下來幫忙，所以這個頻率其實是不定期的。那我們就是每週剛好來值班的時候，都會稍微過來看一下狀況這樣子，稍微慰問一下這樣。所以其實老師在算，應該就是秋友跟慧芳算的比較 OK 而已。因為這太久了，都習慣了。就我們醫院的為例哈，就是這個服務大概在可能10多年前開始服務的，就是對於我們在住院端，其實也可以看到很明顯的改變。之前我們服務的案例，像是之前在加護病房的時候，有碰到比較病危的病人，那需要跟他溝通，還有通知他在國外的家人的時候，其實通譯老師可以直接到加護病房，作為這個醫生的一個就是橋樑跟工具這樣子。我對就是鳳老師的認知，我覺得是有很強大的心理素質啊，就是說他自己熬過了那個。學習就台灣的文化、台灣的語言這件事情，他自己可能花了很長一段時間，那他克服了這個困難，希望把這個困難，就是協助他同鄉的人，也可以減輕這個磨合的期間，也許是有很大的同理、很大的耐心，或者是他不希望自己發生過的一些困難，再發生在他的同鄉身上這樣。附件的對面，對那邊的。哇，幫助很大，在習慣就語言就差很多了。哎，他在慢慢學習呀，會學習我們台灣話。對呀，他也很盡力，他很盡力，在吸收很強。姐姐每次來這裡，有時候送東西給我，送東西給我，我也很不好意思。我們相處得很好，不會，他很好，相處得很好。對呀。對，2樓報到，往右轉哦，這邊就好了。批件不是在這裡。在這裡嗎？對啊，我比較喜歡熱鬧的地方，在這樣首都這樣子，因為在印尼的時候習慣這樣。對啊，因為我爸媽生8個小孩呢，所以我們一定很熱鬧，習慣着這樣子。然後有比較多人，然後來這裡，我好像跟我老公2個人而已，好少。對啊，我們上次住去那個苗栗那邊，在看那個山上這樣子。所以我老公說：“哦，好舒服哦，老以後我們就去那邊住就對了。”我說：“你一個人住啊，我不要去了。”我很不喜歡。就畫面看很多樹啊、山上啊，這樣我就不喜歡，沒有安全感，我不想去。
你在哪裡？我也是9。好，我在等你。来了，那你的那个朋友他自己一个人可以回家？顺便走回家。走哦，好。就是偶爾有時候還是要逛一下啦，就是因為沒有決定要買什麼，就要看看有什麼再買什麼這樣。哎，要嗎？很會賺錢，要很會花錢，這樣才是對的。然後你就可以轉它。哎，真的。那給你，看你要什麼。你可以嗎？可以開嗎？哇，白雪公主哎！白雪公主哎！我也最想要這隻哎。對呀，好漂亮啊！快樂是自己的，不是別人給的，所以你要這樣做什麼就做什麼，玩什麼就玩什麼，吃什麼就吃什麼。這個就他喜歡講的，先吃飽一點，才有力氣減肥，就是這樣子。對還是錯呢？這個話，你們再自己想一想。先吃飽一點，才有力氣減肥啊，對不對？炒麵嗎？你想吃麵還是吃飯？都可以，都可以啊。以前不知道啊，就看很多人廣告或什麼，哎，這邊都有，所以偶爾想要吃，然後來這裡吃就好了。因為如果要自己做的話，很麻煩吶，有時候那個東西我們也沒有，然後要做到豐富的話，那不如來這裡這樣買就好了，比較簡單，什麼都有這樣，所以比較喜歡這樣。這個是講soto ayam，就是那個是雞肉湯，印尼的最有名的，然後湯是咖喱湯，比較好吃。然後這個呢，好像是很像那個台灣的沙拉。那我們所有的菜用燙一下，然後給花生醬這樣子爆下去。這個醬是gado-gado。啊，好甜耶！那中秋就長大，就吃印尼料理。因為以前剛剛做便當給人家。所以你也算是，你會覺得是你陪媽媽來解鄉愁，還是你自己也喜歡吃？一半就是陪媽媽，就是懷念以前家鄉味，然後另外一半就是會覺得也很好奇東南亞的味道是長怎麼樣，所以就會陪着媽媽一起來嘗鮮看看。就因為從小到大，所以就會一來是蠻習慣，然後第二就是也會好奇有沒有其他的。像之前媽媽說有一個客人很特別，就是他在印尼是鄰居。然後來台灣的時候，剛好因緣際會下，也是同一個公司的同事，所以就覺得哎蠻有趣的，好神奇哦！就是在印尼的時候就是鄰居，然後來台灣的時候變成同事，那種很特別的緣分，然後就覺得哇，好好玩哦。來，謝謝老闆娘哦，非常好吃哦。這裡是紅台市場，對呀、從以前就是這邊是最有名的、最熱鬧的地方。這紅台市場比較大。再買一口，一再一個。
現在比較少來，因為現在開店了，所以比較忙一點，所以比較沒辦法每天來。以前常常一個禮拜來1次或2次，來菜市場這樣子買東西，就在家裡弄。翅膀一樣面剁5塊哦，哈。啊？翅膀一樣面剁小塊的剁5塊。老闆，這個怎麼賣？那個一片120。120。我買2個就好了，2塊。这2包。對。這個紅台市場這邊，他們說是東西比較多，比較好，然後價格比較好一點，比較便宜。如果說在別的市場比較貴，所以我喜歡在這裡，這邊比較便宜。就是我常常差別的地方的買菜，他們價格差10塊、20塊，差很多。台灣就是菜市場比較晚，比較才開始。不像印尼的，如果要去買菜，我們6點都起來。剛來台灣的時候很好笑，我在跟我老公說還去菜市場，6、7點鐘我就起來了。結果我老公說這個是台灣，不是在印尼，很搞笑。在台灣的話，菜的話就大概9點、10點才開始。如果在印尼，我跟你講，哈，8點的話你沒有去的話，菜都賣光了。這個在台灣不是，這到11點才開始。我要去買牛肉，這邊是我平常買牛肉的。老闆娘，我要買牛肉，平常買的這種，大概是5斤。5斤，嗯。我常常這裡如果要印尼很多要訂那個巴東牛肉。我就在這裡買牛肉，這個老闆娘給我是批發的價格，比較便宜。如果在外面的話，已經很貴，這個比較好一點，比較便宜。因為他常來跟我買啊，熟客，而且大家都是在做生意的，對啊，這也是紅泰市場。然後我在這裡開店9年了，對，然後最近覺得新住民越來越多。然後印尼開店的也很多，因為這邊新住民越來越多嘛，所以這裡也在這裡開印尼早點也是蠻有商機的。謝謝啦。Dia lagi promosi dari Indonya kan gitu. 天，哎呦，好棒哦！你掌管一下，等一下那個跟劉嘉玲等一下她要來。哇，這什麼都有。這邊就是印尼的包麵，這個就很多種，對。這個拋蟹。是啊，好。這個是我們勞工局的東西，對。因為我退休的啊，按叫咱同學講，我講韓國就可以哈。醬油啊。導遊果都有這樣子，還有辣椒。因為吼，也來台灣咧，真佢現做啦。當初來吼，可能人哋把人當作按人哋弄，按你那個我羅啦，阿薩講嫁來台灣咧吼，弄對人哋唔會講哎呀，唔不過尊重人哋啦。但是人哋吼靠自家，做到也自家可以點，哦，一個家庭伊安尼，其實幾多安尼。新住民吼，漸漸也跟引起來啊，從鳳梨油其中一類啦。來了，像那個當着這個當。這個也是我們勞工局的，以前我們就是工作。我跟他說，我做那個開印尼店了，然後這是他要上來看看，然後請他們吃印尼的乾麵。然後牛肉完了。你們都是第一次來這裡嗎？對。那走進來感覺怎麼樣？乾淨。乾淨啊，看起來就是整齊。對啊，蠻不錯的一間
印尼店，我去過蠻多印尼店嘛，有些都很亂啊。那進來的話有印尼的服飾啊、展示啊，它擺設都很漂亮，比一般的覺得感覺這邊比較乾淨。來是在鳳林後橋去咯，伊次都講希望講伊佢交班來煮食嘛，伊上期都煮啲食東西邊啊啲食啊，味道都幾好啊。結果夢想前進啊嘛，我就覺得啊，真係自己歡喜啊，好唔容易啊。佢來台灣用持家10年，那麼就講語言上可能有很多困難㗎，所以佢要同過去做工嘅話，其實對佢嚟講係蠻多受嗰啲阻隔，所以佢跟他夢想前進，去開持家店，去做持家中意嘅東西啊。我覺得好多新出面嘅話，可能你完成持家嘅夢想㗎。姐姐來了，來了，好，就我先去放東西，放東西一下。你這個保鮮膜是真的有點難用。平常不一定，基本上有休假6日的時候啊，有需要就會過來幫忙。因為平常如果人多的話，那可能就幫忙補個貨，結賬妹妹會幫忙結嘛，然後處理他們的3餐。因為有時候大家忙起來會沒時間煮東西或者什麼，就是負責餵飽客人，但自己還沒吃飽。你的那個放哪裡？放這。來吃飯了。爸爸要吃麵，來給你。姐姐吃麵。4個人要一起吃飯，那可能就像現在就只有假日這個時間，因為剛好爸爸早上在，然後我6日休假，沒有工作的時候，我們就來店裡。比較空閒的時候，大家就一起吃。那平常因為爸爸晚上上班嘛，對啊，我想說這樣固定比較習慣，不要日夜這樣一直換。所以我跟公司講，我就固定夜班好了。因為他小時候有時候很生氣，爸爸每次都還要念，還要罵，還要教我們做事，他就是沒有做別的事情，一直睡，一直睡，一直睡，很好笑。他了就是長大以後，他了解這個，了解，然後他也是一樣，就是醫生會一直觀察他，一直恢復去看醫生這樣子，還是有一段時間要去醫生。好了，再說一說，等一下，啊，然後來給。剛才有吃的沒買，沒買。對，他說唱最穩穩的，那我說很提醒的了，都是不一樣的。我爸爸也是這樣，跟他一樣。那我媽也是，就跟我個性一樣，就很即興這樣。然後以前看我爸就是好像這個人很溫柔，這樣很體貼，很好這樣子。所以我說能不能以後就是有老公像要這樣，像他一樣這樣。因為我16歲，我爸就過世了，所以就是一直想要一個樣子的男人這樣。然後後來就是在台灣就找到了，所以就是一定習慣這樣子，知道怎麼樣這樣子。我也是28，他44歲，他有時候人很好。剛開始要結婚的時候，第1年，因為我也是懷孕了生小孩，他第一次看到都很開心樣子，所以。去買菜啦，去菜商去哪裡？老婆想要買這個，買啊，他就沒有二話不說就買。他說沒關係，你試試看，你不吃我吃，沒關係，你就買，沒有就是我吃，還這樣。哼，以後吼，等小孩大一點，然後長大都2個國中好，到現在，老公我要買那個，你不會吃的啦，就這樣。然後我要買那個衣服，沒有你的 size 的啦。然後我過去，他跟他女兒大的一樣。他要買那個，你跟你媽講了啦，那個不好吃啦，他不會吃的啦，很好玩啦。他說他很好玩，有時候這個媽媽不好，對不對？我們換新的好不好？我建議你不要我換泰國，還是我換，這是別的國家，他就這樣玩啊。他是現在長大，他懂了，這樣開玩笑而已。那感覺你們25年的婚姻是很幸福。
那鳳姐姐，我覺得你嫁來這25年最辛苦的時候是大概是什麼時候？是不是大哥中風的那時候？對，最辛苦就是這樣，最中風時候。他很辛苦這樣，對，中風嘛你就知道了，那時候剛開始中，什麼都不方便啊，手腳什麼都不方便，对，都要依賴他幫我處理啊。真的很感謝我老婆這樣啊，一直幫我。对啊，一点点雪花。还有嗎？這個是我第一次今年開店的，像這個是第一次過聖誕節，記錄一下。所以就是我覺得5個月以來，有時候睡着起來忘記了，我有這個點嗎？不是我朋友這樣子，就是忘記這樣。我現在就想要做這個事情。當然賺錢是一定要的啦，然後就是另外一個你的夢想跟你想要的是也是有，所以一舉兩得，也可以幫助朋友的，然後可以聊天，可以有一個地方可以住，就是這個是一個，就好像很完美嘛，就是我應該是這樣講，就是我的人生最快樂的現在的時代吧。那這個給你，這個給我。椅子拿過去。我是曾鳳玲，我來台灣是25年，謝謝我的家人的支持，讓我可以做我想做的事。全部都賭贏了嗎？贏了，都贏了。如果沒有贏，沒有在這裡，茉莉抽獎哦，土獎哦。像其他人看中了，明天說不定明天就可以下定金令。下蛋。不可以多吃。我的 Paki。我是曾鳳玲，我來台灣是25年，謝謝我的家人，這讓我。只是就是讓我可以，讓我可以做。你是誰？你來多久？